1986年秋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题坚赞，视察访问了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这是班禅副委员长第一次到这块雪域祥瑞的藏族地区视察。在为期50多天、行程2000多公里的视察访问中，副委员长先后到了泸定、康定、道孚、吴霍、色达、甘孜、石渠、德格、巴塘、理塘、稻城、香城等县，受到了甘孜州境内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全州78万人民的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热烈欢迎。秋高气爽，当班禅副委员长一行踏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大门二郎山顶时，立即受到专程赶来山顶的自治州党政军警等各方面负责同志的迎接。副委员长的心情显得特别愉快。他下车以后，与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问候，相互敬献哈达。来，多美的高原景色，合个影吧，记下这难忘的相会。随同班禅副委员长来甘孜州视察访问的有国家民委副主任卓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扎西泽仁、四川省副省长罗通达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在向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康定城行进途中，班禅副委员长一行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真诚地献上一根根洁白的哈达，上面凝聚着对副委员长几十年来致力于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藏民族繁荣兴旺伟大事业的敬重和爱戴之情。在甘孜州视察期间，班禅副委员长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节奏，走访工厂、农村、牧区和学校，与各级负责干部讨论研究问题，接见各界知名人士，并游览了名胜古迹。在举世闻名的泸定城，副委员长高度评价了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伟大壮举，希望泸定人民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这座英雄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好。工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副委员长来场视察。
是谁拦住了副委员长的汽车？哦，是康定孤儿院的孩子们。地震灾害和疾病夺去了他们的父母亲，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也和全国所有儿童一样，正在健康成长。今天，他们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路过，特地来到路旁，想见一见尊敬的副委员长的面。副委员长高兴地下车和孩子们交谈，并向孩子们赠送了礼物。四川省藏文学校是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才创建的以藏文教学为主的学校。听说班禅副委员长要来校视察的喜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把校园布置得整洁清净，用隆重的民族形式进行迎接。班禅副委员长视察康定民族师范队。藏文学校的学生要培养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民族的既有知识又愿意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专门人才。党的政策太好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时，班禅笑着说，要勤奋劳动，争取尽快富裕起来。人民的副委员长，又是一位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他爱国爱教，在佛门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各寺院和僧众设帐焚香远迎，为大师洗去征尘。班禅大师视察四川省藏语国教学院，按照教规，向院内大殿中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祖磕头叩拜。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在人民政府的资助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毁坏的喇嘛寺逐渐得到了修复。康北著名寺庙甘孜寺大殿今天新逢修复竣工，班禅大师为大殿落成剪彩开光。给僧侣和信教群众灌顶，有10多万信教群众聆听了大师的讲经和摸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县时，葛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曾任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班禅tanto tawa yina ya siji yung siji li la la tan ne san n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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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chosho la ji ta zu yung ge to to sam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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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ba ji tan ne ma ra bi ji ne ya nya se ma bu jo to da xie wa to to sama to la ya ra na de da bu de mo ni 辩经是喇嘛取得佛教学位的一种答辩考试形式。站着拍手的是提问者，盘腿坐着的是答辩者，旁听的任何一个喇嘛都可以提问。今天大金寺